咱咧座位吼，希望咱会当照迄种咱安排的座位来坐吼，就2121啦吼，没法做，然后有社交的距离大概1.5公尺吼，咱照迄个咱有迄个那个记号吼，来坐好安尼。咱会记得，咱因为疫情的关系吼，所以咱会奉献，互咱家己来放伫迄种咱后壁条啊，互遐一个防烟袋啊，互咱医生来伫遐来奉献安尼。咱请安全咱的心，手机啊，希望咱会当来尽互静音，也是加关掉安尼。但是我们看得到你们，现在有，我们看得到。现在可以。这是咱用安静甲敬虔的心来敬拜上帝，请坐了。
有一项事，我捌对耶和华求，我永远第一爱得到，就是一世人徛起耶和华的厝，看伊的阳光，笑念伊的殿。这时，请咱来起立来信仰告别，用10条戒来信仰告别。请咱起立。第一戒，除了我以外，你毋通有别个上帝。第二戒，毋通为着家己雕刻偶像，无如天顶、地上甲地下，水内所有的物，拢毋通做伊的像，毋通敬拜，也毋通服侍。因为我耶和华你的上帝，断断毋容因为别个上帝批判我。我有我的，我规治伊的罪，对爸到囝到3、4代，听我受我诫命的，我受恩予伊直到先代。第三戒，毋通滥散先耶和华你的上帝的名，因为先立伊的名的人，耶和华的确无掠伊做无罪。第四戒，着记得安息日守伊做圣，6日内应该着无做你一切工。独到第7日，就是耶和华你的上帝来守伊的安息。这日你会甲你的囝、查某囝、奴仆、女婢、前生，已经踮伫你中间的出外人，一切的工拢毋通做，因为6日内耶和华创造天地海，甲迄中间万物。第7日就安息，所以耶和华赐福伫安息日设立。第5戒，着孝敬你的老爸、你的老母，你的日子伫耶和华你的上帝所收束你的地，得着久长。第6戒，毋通害死人。第7戒，毋通行奸淫。第8戒，毋通偷窃。第9戒，毋通做假的见证，妨害你的厝边。第10戒，毋通贪你的厝边的厝，也毋通贪你厝边的某、女婢、牛、以及你厝边一切所有的。请坐。是咱同心来祈祷。创造天地万物的主，阮感谢阿罗你，你永远伫早时用你的宝血来洗清阮的罪，阮伫由罪人成做一个有得救的人。求主来时时刻刻会当互阮遵探主你的旨意来行，因为遵探主意来行，才会当得到天顶的产业。你爱阮谦卑，也爱阮三听，也爱阮知足，扣除阮人的软弱，扣除伫阮的思想，也是伫阮的行为，也是伫阮的语言，无通遵探主你的旨意。求主你搁一遍来赦免，求主你的灵也时时刻刻来教示阮，互阮照过阮的智慧、阮的祈祷、阮的读经，搁一遍来入捌主，也入捌家己，互阮的思想所行所做。所讲，拢会当遵探你的旨意，来做好的见证，阮的伫阮的生活上来应用主的名。即是阮伫遮为咱我的国家，也为阮的社会，也为阮的教会。求主你互国家的领导者会当有智慧甲谦卑的心，特别伫这疫情的时代，互阮较会当谦卑家己。来为控制这疫情，互阮的社会会当和平，互阮的教会伫遮建立，伫遮做好的工，做好的见证，来荣耀主你的名。阮的会友欠彩有身体，也是精神上软弱的，求主你搁一遍用你的灵来安慰体验，互因会亲身咱听到主你的听，每个伫这为这所在，每个这个时间，拢会甲因伫地。这是求主，我们每一个人同工，让咱同心为着主的殿来建造，合主你所愿。这是求主你的灵运转伫这圣殿，通过蔡长老的嘴来讲出你的话，互你的话成做阮日常生活的准则，互阮做阮日常生活有用的工具，会当来传主你的福音对每一个所在。安尼感谢祈祷，奉主耶稣你的圣名求，阿门。这是咱若看圣经记载伫诗篇42篇
第1集到第3集，到11集，再由我来读。上帝啊，我的心切切羡慕你，像一鹿切切羡慕溪水。我的心喙焦羡慕上帝，就是我的上帝。我啥时会到上帝面前来见伊啊？我明日用我的目屎准备食。伊对我讲：无煞，你的上帝伫倒落？继续咱看11集。啥事伫我的面前着急，你着我的心啊！你啥事有做？啥事伫我的内面着急，你着仰望上帝，因为我搁要学落你。伊是我的面的阳光，也是我的上帝。这是咱若请蔡长老来监督，今日主题是甲上帝相遇的科目啦吼，上帝的科目来。我心切切羡慕你，亲像鹿切切羡慕溪水，请三个来祈祷。主，我真心感谢你，互我呢当伫会堂的中间，亲像鹿切切羡慕溪水，来较无来圣殿中间三个做伙礼拜。主，你的问题真正大，班长周文祥、班长洪义杰，因为新妇的生产，也有看过阿琴的手术得到顺利，结果先伫的小团到这。出事有伤，得甲人听伊。班长咱遐艰苦病过，咱才会兄弟姊妹有上帝你的祝福，保守每一人心灵。阮即摆安静伫主你的面前，听主你的教示，祝佢圣神充满伫阮每一人的心。我来祈祷，用这所祈祷心来求。阿门。为这个平安，请咱甲咱出面隔壁看得好哈，也袂使握手哈，平安一个，平安。我感觉是一个真沙田的教会吼，咱注意看吼，咱的4楼的吼，咱嘛是有一张足大的迄个用迄个布被吼，啊看迄个涂骹吼，我昨看到迄个涂骹吼，惊一条，毋知倒一个戆仔吼，去将迄个涂骹安尼洗甲敢若镜咧，金丝丝安尼，啊倒一个戆仔我毋知啦吼，感谢主，上帝对这功人，拍拼替上帝做工，是由世人靠来的好的。可拉因后论的后裔，伊叛变对摩西叛变的时阵叛变。他说摩西叛变的时候，上帝本来不谅解，可上帝没有哦，他对他后裔仍然会当到圣殿中敬拜上帝。当然可拉的后裔因离开圣殿，因到伫目口的所在，伊的心足艰苦的。伊讲我人礼拜日会当去圣殿中敬拜，毋知要偌好咧。所以讲4篇42篇、43篇三甲做伙。我今用4篇42篇，是要甲大家三甲分享，真正到圣殿中间，迄是偌人的水咧。我来到伫啊，咱以前用迄个，咱叫做罐头音乐吼，咱开始拄啊前奏有诶无，咱拢是用配乐的。啊，咱来看阿琴甲伊伫遮，应该叫怡宝啦吼。咱看怡宝甲伊伫遮，拄咧抒琴，拄咧去到，我心就感动。迄只係伫聖殿中的敬拜啊，只伫咱融入上帝的敬拜。咱着按长老的讲道，咱常常按照祈祷，用伊心伫上帝面前的祈祷。咱感觉咱的教会真正融合伫做伙。只有鹿啊，伫抗战的时阵啊，台湾经几个月还搁咧欠水咧。好，我有去看闸门水库。我看到闸门水库的时阵，看到安怎呢？有够可怜的，闸门水库的规个拢无水，啊，迄对面一个部落吼，煞咱袂当出入啦。啊，伊若要开始要出来，佮踅伫后山踅点外钟，甲路佮足歹。啊，希望公款看会当叫政府开一条路袂。啊，即下免开路啊啦，已经搁咧泄洪啊。所以你若想到无水的时阵，你感觉偌欠水，无空气，你咧输空气，啊，然后你咧埋怨上帝。啊！上帝甲你，互你输空气，互你有水，伊有甲你收过水钱、空气钱无？COVID-19无空气，咱都爱上树，都爱氧气。上帝敢有甲你收钱？你嘛是爱甲你埋怨？咱敢若像以色列人出埃及，啊都无水，啊敢若食玛纳、食烟吞，啊都埋怨上帝，啊咱嘛常常埋怨上帝。啊！上帝要怎甲你陪伴？啊！你着埋怨上帝。主祷文咱逐个足够念的。我的日息今仔日互阮，阮的日息今仔日互阮，是即个
用途一日到夜，总是咱嘛是咧慢慢上帝。我觉得这个图片真水吼，我感觉若一个好的见证，比规成篇的讲道搁较好。我靠，真济教的时阵，开始有人出来做见证，迄个教的就是要复兴。见证上感动人。但有当时咱伫顺福音教会，伫咱基督教会，足惊做见证，哎呦，毋知歹势袂，毋知迄落袂。伫上帝面前有啥物通歹势？就物就见证是激励人啊！咱来看马太福音28章，上帝互咱大使命，你会去万百姓中间传福音。总是使徒行传第1章甲咱安怎讲？你会去到地极做见证。见证传福音，就是咱上帝互咱的使命。那我哋这见证了，你看互伊迄个感动的心情啊！这拢无演练的哈，无讲大家套好剧本先套好，拢无套剧本，自然伫上帝面前讲。我讲你伫上帝面前承认我的人，我伫天里的被上帝嘛要承认你啦。这是着祝福家庭啊！因为因伫圣灵面前承认上帝就是伊的主，承认人的不足啊。那有啥物搞咧？咱伫上帝面前真正承认上帝就是咱的主，上帝嘛是要承认你是伊的后生查某囝。这咱读伫通思考问题啊！咱今日到圣殿中的敬拜，所以讲因为靠明仔天咱袂通坐啊遮哇的，咱甚至还佫有分场，啊甚至还佫用直播。总是上重要的时阵，咱伫主日的中间，伫甲上帝三甲咧敬拜啊！用咱的心，用咱的灵，三甲咧敬拜。所以诗人讲啊，42篇、43篇的诗篇是我的老爸老母，尤其我的老母定定真细汉的时阵，我咧家庭礼拜，也是伊甲抱着伊的心情的时阵，伊就咧背这首诗给我听。上帝啊，我的心切切羡慕你，那落切切羡慕溪水。我的心较无上帝，就是永远的上帝。我至少会到上帝遐呢。所以我老爸老母若主日伊去到教会，倒来了第句的问：啊，我爷爷啊，今日有去礼拜无？我，佮拢无问别项啊。我问讲透风落雨啊，你两个有偌艰苦安怎去？都无问。有去礼拜无？啊有，我爱就好啊。迄上重要诶，啊，剩诶吼都无重要。佮互你南北规身躯，淡落落南北规身躯拢啥？你去礼拜，迄就是重要啊。啊，剩诶无重要。所以上帝咱都切切去冒溪水，咱真正安怎去冒溪水？你讲这足敬虔诶人，咱诶去冒溪水中间足敬虔诶人，因是毋是有因诶哀伤无？有啊，你讲马路好，你即个人吼，你非常敬虔啊，啊，你上帝一直绝对特别祝福你。无讲信上帝就完全无病无痛呢。你看韩国迄个天地教会为着144000个人讲要入上帝的国，哦，迄安尼爱下日主啊敬拜呢，因为规日的呢，啊，逐个坐做袂使挂口罩，讲你若挂口罩对上帝无信心。我最近听到一个人甲我讲伊本来吼拢信佛，啊，因为伊即马艰苦，你也即马信上帝，吼，啊，即马迄个牧师甲讲吼，你拢毋免阁食药啊，你但是祈祷，上帝就互你好。我讲千万你毋通听这。这个牧师变上帝，上帝创造医生啊，祈祷有效无？有效。总是上帝创造医生，是咱祈祷医生，互医术好，互上帝互你的心灵好，上帝透过医生的手，甲你医疗团队甲你医治，互你更较早好咧。毋是讲哦，我祈祷就安尼，我祈祷就好，我拢免食药。迄感冒祈祷真正免食药啊啦。你若感冒你来，我替你祈祷。你讲哎奇怪，错场都祈祷就好啊。感冒本来就免食药就好啊。总是真正身躯有足艰苦的，哦，着感有足侪物件，你真正无通过医药你祈祷哦。当然癌真侪癌嘛是心情好会好，总是咱毋通去偶像的崇拜。崇拜每一个人，崇拜什么人讲这个人祈祷就较好，每一个人祈祷伫上帝面前白白得到看待。无啥物人祈祷一定较有效。我伫检水牧会时阵，拢定定甲遐长老讲，蔡长老当时要甲我祈祷，我无讲啦。蔡长老祈祷了，伊迄暝足好困的。我讲安尼有偶像崇拜。我又不是林书豪，林书豪就来讲伫林口，我咧体育场安尼满的人，安尼要创啊？咱毋是咧崇拜偶像，你是咧看上帝，还是咧看林书豪？我比如林书豪无好嘛，我嘛是足崇拜伊的，我嘛感觉足尊敬伊的。总是个是上重要，就是讲所有的物件是上帝上重要。
无个人啦。有一日我伫中教会离开啊，我有可能到中教会我就过身啊。基督徒也无咧进去啊。总是有一日我的名伫中教会大家拢袂记去啊。有重要无？无重要啊。上重要是啥？咱是毋是有真正咧看上帝？咱是毋是真正将上帝藏伫咱的心肝内？咱咧看约伯记的时阵，当然咱今日无要讲约伯记呢，约伯记讲咧3暝3日都讲袂了。伫约伯记中间，你若有时间你去读约伯记，你就发觉讲迄个辩论的过程是偌水的过程。咱看约伯记啊，有咱想讲上帝嘛做个，上帝甲遮天使做伙，天使长，撒旦嘛是天使长，大家讲啊，约伯你都互伊财产遐济，资助遐济，所以讲当然伊就是一个义人嘛，伊就是一个好人。上帝讲你会使甲试看卖咧，总是袂使甲伤着伊的身体。伊将7个后生3个查某囝拢甲摕去啊，财产如羊，老伯鲁比，当中甲摕了啊！啊，伊嘛是个足敬拜上帝。撒旦甲讲安尼无准算啦，啊身躯都无磕着啊！讲上帝讲好，你会使甲磕着伊身躯吼，总是袂使摕伊性命哦。结果安怎呢？魔鬼吼，撒旦吼，迄个约伯身躯规拢生人啦、疮啦，痒得要死的，很痛苦啦。不但财产没有，子女没有，整个身体都是痔疮、狼疮啊！痛苦不痛苦？很痛苦啊！所以他的3个朋友就来跟他讲，连续有3场的辩论，今天不在这里特别多讲。因为辩论中间就是啊，迄个人来讲，你就是你安怎啦？对上帝互你安尼，你就是安怎上帝互你安尼，又安怎上帝安怎？因为讲较无，我拢敬拜上帝，我拢服从上帝，我拢说，还搁咧学老上帝啊！这3个朋友都看袂落啊！讲我咧上帝对你有够歹啊！你安尼还阁无怨言，你讲无啦，上帝也对我足好。到上帝亲自来甲辩论的时阵，伊尾嘛是小可埋怨啊！有上帝，我太安尼啦。总是尾迄个结果的时阵，圣经甲咱讲一句话真水啊！我从前风闻有你，现在亲眼看见你。上帝这个考验经过了以后，约伯安怎？伊毋若阁互伊10个查某囝，后生查某囝，伊讲3个查某囝，就是迄个所在上水的。阮太太嘛足水啦，吼，阮查某囝嘛足水的，嘛逐个厝拢相共。所以上帝阁互伊拥有真济，互伊得到满足。咱每阵看到约伯的时阵，伊安袂敬虔的人嘛是会受到真大的阻挡。咱看到伫马太基书第4章第5节，讲迄日子若满的时阵，我会出现一个以利亚到恁的中间。迄以利亚是一个开路先锋啊，是弥赛亚的开路先锋啊。经过48冬，撒加利亚伫晚年的时阵，得到一个后生，甲号名叫约翰。然后呢，放去旷野，遐修行啊，遐创啊，遐食野蜂蜜啊，遐。做个物件是拄好咧修行，啊，三比八出来交传天国福音嘛，足侪人为着来信主啊，哦，足侪人风靡啊，大家拢要来互伊领洗礼，总是讲一句话呢，他必兴旺，我必衰微。伊讲啊，你毋是哦，讲无，还佫有一个弥赛亚要来，迄个人比我较大，我就摕下得不配得。遮尔有信心的人啊！总是落家的时阵吼，做啥物工课？当伊落家的时阵，伊派伊3个门徒去甲问耶稣啊。伫个想象中，伊细汉想象中讲，这弥赛亚来，就是要拍倒罗马政权呢，就是来要开始像马加比安尼烧工安尼，恢复耶路撒冷的荣光啊，来要组一个政党啊，来要拍倒罗马政权啊。结果3个学生来甲问耶稣啊，你敢是要来迄个人？跟咱讲一句，就讲你敢是迄个弥赛亚？有阵信心嘛是跌倒啊，每一个人的信心嘛是跌倒啊。咱看到迄个布道王子司布真啊，司布真的报道是，拢几啊千人、几万人啊。第22回报道是公园报道，就7000几个人听伊报道啊。到迄边发生事件啊，讲啥物？发生啥物一个大代志啊？大家都受走，7个人伫遐死，司布真心来艰苦。你莫想讲吼，做一个传教者的人，还是做一个大官的人，心拢足健康的呢？
我才讲这吼，无正确统计数字啦，也无人会去讲。其实做到大官，做到每一个程度，会做到真有名的牧师吼，足侪人有忧郁症。你讲安尼，你敢侮辱？忧郁症有什么大不了？真侪人拢有忧郁症啊！你也去问迄个身心障碍科医生，以前叫做精神科啦吼。伊拢甲你讲，大家吼，除了囡仔以外，大家嘛有忧郁症，所以大家拢笑的就对啦，笑的神经。忧郁症本来就个，你著除了一个完全的人，无啥物人袂忧郁的。是不是嘛有重度忧郁症，甲缠绕7年呢？报道王子呢，有忧郁症7档，伊讲看《天路历程》看几遍，看100遍啊！伊本人约翰《天路历程》，伊看100遍，伊伫遐得到新的生命，伊伫遐好大传道啊！伊的传道是感动足侪人的。上帝身躯嘛是有一支刺，是忧郁症。上帝嘛身躯有一支刺，保罗是这300个上帝讲，哇，有这刺当离开我袂？总是上帝有缘，保罗先生迄支刺会当警醒家己，毋是完全的人。好，这人是完全的人啦。哦，迄厝长迄完全的，我家庭美满啦，地位正高，啊有诶无诶？我足欠亏呢。我去拍啲。去个疫苗的时阵吼，人甲我讲你第二次绝对会发烧的，偌艰苦拄偌讲，我敢去火车弄着咧，啊透早8点就开始去无用啊，拜五8点无用啊，到8点倒来，才想着讲哟，啊照你讲我打疫苗应该会发烧吼，啊真正倒来讲真正发烧啦，啊已经无用12点钟倒来啊，我拢袂感觉我装倒来了，阮太太讲你有哪无？啊伊讲伊规身躯咧疼，我讲哟我拢无感觉呢，啊物件食了我才倒讲哟开始发烧啦。啊，紧食普拉糖，啊！我拢袂烦恼。我大兄敲电话讲，啊，你去注射吼，啊爱注意，啥爱注意，啥啉较济水，就无遐你发烧啊。我有食普拉糖，我讲有啦，开始咧发烧啦，哇，规身烧，我也袂烦恼啊。我所有的经历中间，拜六上大的艰苦，我拢袂咧烦恼。我无甲你讲过，我捌无声，到礼拜日就有声，到礼拜日我就是我大人出来讲道啊，讲到了家己倒落尔。上帝福你就是有啥物通烦恼？是不是有啥通烦恼？你看你本人约翰天路历程啊，向关刀加到12档啊，其中1档的中间开始怀疑上帝啊，讲啊到底上帝是真啊假是安怎？我得安尼向归家。苏东时人咧甲出来时阵，因为是清教徒，毋是英国国教。审判官咧甲问题是对答如流，讲哈。啊，一个是砂锅匠咧修理歹当旧车，迄个无咧讲啊，有迄个迄个鼎哦，当鼎要来修理无？这是足卑微的人呢。啊，即落人小学毕业呢，要兼阮即落大学毕业，即落博士级的咧辩论，结果大拢辩输伊啦。因为啥呢？我所讲的是对上帝来啊，啊，怎个道理感觉啊？两边都12档啊，其实是13档啦对啦。有当时咱问讲，啊上帝你遐无公平啊！一个遮贤传道、遮贤写文章、遮好的人，啊你甲关单加啊，毋失去伊的作用。总是人无关单加吼，有迄会当写天路历程的。这本册已经翻译做200国的言语啊呢。人咧笑讲吼，凭圣经较少的，仅次于圣经的迄个咱的宗教的文学呢。那么保罗先生，上帝动用保罗先生嘛，对无？有落讲无？有哦。总是落讲好到在落讲，毋到有迄个保罗先生加培训出现伫咱的圣经的中间。上帝做每件代志拢有伊的拍算，每件代志的时阵，拢是真正人知。你的心内虽然忧虑，你的心内虽然艰苦，总是上帝予你的，就是超过你所求所想的。保罗先生讲：“我经历好的经历，一个怕美好，我打那个美好的胜仗，向着标杆直跑啊！一世人拢为着上帝，保罗先生为着上帝拍拼咧，做上帝工。即是讲保罗先生是上有幸福的人，上帝予伊最大祝福，对无？有无？保罗先生你也看，保罗先生写配合提摩太，甲讲吼，即摆甲罗马叫我做伙啦，你若有闲就紧来陪我啦。”迄是讲啥物意思呢？讲我也会焦虑啦，咁嘛需要咱陪伴啦。所以咱才爱早讲代志，就讲每一个人，伊拢有伊需要上帝的所在。毋是讲你每一个人伫上帝面前都是安敢若
伟大的巨人，我坦白跟你讲，伟大的巨人哦，就是歌利亚啦，迄但是叫做伟大的巨人啦。歌利亚甲大兵一个高囡仔，一个甩一个蛋，歌利亚都无伊啊啦。不要当伟大的巨人，要当谦卑在上帝面前的小孩。咱每一个人，主耶稣基督是咱的标杆呐。咱拢讲人子，人的囝。以上帝的身份啊，总是由人的款式啊。人子，上帝的囝。十诫7言，第11个顶讲7句话，其中一句是啥物？我的上帝，我的上帝啊！足艰苦的呢，叫你那艰苦的呢，你哪要离开我啦？用人来看吼，用肉体来讲吼，顶12个是足艰苦的呢。火伫老往回无去，迄是足人啊艰苦对啊！讲啊，反正硬听到死去啊！我的上帝。我的上帝，你啥离开我？总是足短暂的了。伊上帝神的心情，你本来就是要替人类所牺牲啊！所以咱每一个人爱想清楚，现在是现在咧艰苦的时阵，咱就爱知影，黎明之前往往是黑暗的。我再讲一次哈，黎明之前往往是黑暗的。艰苦心免艰苦心啊！西边4第5章安怎甲咱讲？上帝恩典是安怎？一世之久啊，一宿虽有哭泣，早晨便必欢呼啊！你有啥物通艰苦心？当你艰苦心的时阵，下哦，总是咱来知倚靠上帝。迄个倚靠什么？倚靠要常常喜乐啊！你爱常常喜乐啊！所以讲，互你偌艰苦时，你爱用喜乐的心充满真理，因为它是一个良药。常常喜乐啊！凡事感谢。伫喜乐的中间，伫患难中间，你嘛爱欢喜，爱感谢上帝啊！不住的祷告。当有做过这个代志无？我叫我去一个教会时阵，我喺讲道中间甲咱讲，咱的祈祷吼，毋是干那祈祷，干那开药单了。上重要是安怎祈祷了，爱安静听上帝甲你讲啥物话。一个人安尼身躯，感觉生理也做啊足歹啦，后生查某囝安尼读册读了足歹啊，家庭乱糟糟啦，啊，就来甲我讲啊，你替我祈祷，我讲你家己祈祷啊，你祈祷叫祈祷完全共款啊。如果你毋替我祈祷，讲啊，我真会使替你祈祷是加重你的力量啊。你义人祈祷的力量是大的啊，大家做伙祈祷啊，啊，总是你嘛爱祈祷啊。讲好，我对着你祈祷，我好好祈祷，好。到礼拜日做礼拜了，甲我讲啊，怎样咯？你甲我讲敢若无？毋是真的呢，我讲是安怎毋是真的？我祈祷了，我是足安静的呢。啊，上帝拢无甲我讲话，好，我听足久的。上帝都无甲我讲话咧。我你有注意听无？足认真听无？我有啊，我足认真听。我叫大家拢袂使讲话，拢点。我怎规倒祈祷？哦，大家拢莫甲我吵，我规倒房间祈祷。啊，电脑个关花，拢袂甲我吵着。我才一直听上帝，啊，上帝无甲我讲话啦。我笑笑甲问讲，啊，你心感觉安怎？无啊，都无安怎啊？啊，你有感觉家足平安快乐的无？伊是讲，哦，用影呢？啊，你毋是甲我讲，拜五才甲我讲，你足烦的。啊！你足侪代志的，你讲用？啊，拜六祈祷了，你有感觉这代志足烦？啊，你有基础好困的无？讲有呢。对，我一几钟困袂去，啊，他拜六足好困的啦。当上帝咧甲你讲话啦，上帝咧讲我赐平安互恁啦。你世间有苦难，总是我已经赢过这苦难啦，我会赏赐平安互你啦。感谢主，确实有影，上帝有甲我讲话，上帝有甲我讲话，伊就变起做见证。上帝直接甲我讲话啦，啊！大拢讲上帝甲你讲啥？上帝点甲我看一手，甲我压咧，安尼互我平安啦。上帝甲你讲话无有啦，正常你要听毋听尔啦。你用家己的意思咧解释上帝话啦。上帝甲你讲话，所以你任何代志拢袂当互咱家主上，咱家上帝听隔离啦。主要所记到就是十字架顶替你牺牲啊！你有啥物权利？你有啥物？多牢骚，多咧咪，你多咧念，多咧念东念西，讲上帝对你无好，啥物对上好，对阮上好，对阮医无好，阮医病个要输钱呢。
上帝对每一样事，加你的伊的听，完完全全干入你的心上啊！小波娜，诺贝尔文学奖，一生做60几首的迄戏剧，足有名文学家，伊写的足侪伊的戏剧吼，拢人家翻译拍做电影。有一个电影叫做《The Fair Lady》，窈窕淑女。早的人啦，点头的人吼，拢超过60岁啊，吼，免伤点吼。迄点头都知你离的差不多几岁啊？奥黛丽·赫本所主演的，迄就是萧伯纳所写。伊讲一句话啊，讲人有2个悲剧啊，一个悲剧是梦寐以求的物件你得到，啊，一个是梦寐以求的物件你得袂到。讲这套矛盾，完全无矛盾哦。你看亚历山大征服全世界。当我征服到一个进步的时阵，吼，从大家一直哭，人家问讲你是咧哭啥？30几岁尔呢？你咧哭啥物？因为我都唔知今日我要做啥物工课啊！我一世人该晓战争，我已经征服全世界啊！啊，无偌久就病死啊！将伊的骹手拢砍到棺材目口。我空来空去啊！我征服全世界啊！我摕到啥物啦？人若得到全世界的属实，伊的性命有啥物利益呢？人若赚得全世界而丧失了生命，有何意义呢？王尔德嘛讲这句话啊：你所想要的，你得到了；你所想得到你想要的，就是人生的2大不幸。咱来设定咱的目标。好，我今日要做部长，真正今日总统甲你讲，蔡某某，你来做部长好无？我今日甲阮太太讲吼，你若叫我做部长，我3日我就飞机甲走啊！完全无法度叫你做总统，你都无才调咧。我感觉做总统是一个折磨人的工课。常常敲着来讲，我讲我度，啥个你要做总统？你想要做总统足开花哦，足可怜的呢。你像陈时中，守台湾守2冬啊，啊守好一样代志都要干咩？全世界 COVID-19。遮尔啦侪人，迄个Delta病毒足侪人啊，拢去感染着。台湾拜5几例，4例本土确诊，昨几例3例，今日我也唔知咧吼，2点就知啊。得一个国家会当安尼？新加坡偌高，马来西亚偌高，越南偌高，咱哪讲美国加英国啦？迄疫苗拍个遐济。差不多780万，以色列差不多70%就拢拍疫苗啊。因确诊人数比咱加几啊倍呢？你讲无啦，咱较济人，啊无照比率来讲好无？比如看哪讲，咱嘛是一个骗人，继续尔好个。总是吼，咱嘛是咧做个老公，嫌啊老烂。常常讲吼，啊实在是到台湾吼，官不聊生啊。真正是官不聊生，咱到教会中间吼做当干嘛是那个。咱这做长老足忝的吼，咱只无事当代志拢袂去做干长老呢。会忝袂？会啊，总是伊会快乐袂？足快乐袂？司琴会忝袂？袂啊！阿球佫甲我讲哦，会当感觉会当带圣的司琴是足公平的代志。你听着感动袂？出对伫个心呢？咱敬拜上帝是出对咱的心来敬拜上帝，毋是讲为着敬拜上帝，互咱得到啥物功名哩。有咱得到啥物好康？咱看世界足侪族的啦，迄个亚利安族，迄个德国人亚利安族，就是讲犹太人较优秀，转将犹太人甲灭掉。以色列的后裔生团真济，伊要甲灭以色列族，迄个细伊要甲灭大某囝。咱甲台湾嘛有9族，即摆叫做11族。像阮刚才你嘛，就阿美族甲祖族，啊我叫做平埔族的。哦，啊，有啥物汉民族啦，啥物客家族？你敢知全世界上大族是啥物族？全世界最大的族是什么族？一族啦。恁大家拢一族的啦，你我拢是一族的啦。你满足过无？上帝，你恩典遮尔大，啊，你喙咧唱个天父恩典真正大，唱了。啊！定甲上帝讲，哎呦，上帝，你对我无公平啦！啊，你毋得假唱诶。你伫咧讲上帝，互你恩典遮尔大，啊，一方面咧埋怨上帝。
咱拢是这不满足啊！伫这不满足的中间，咱来会记一样代志：上帝永远袂放杀你。请来记住咯，上帝永远袂放杀你。所以这段圣经咱三脚来念一遍。来，无论是死是生，是天使，是掌权的，是有能的。是现在的事，是将来的事，是高处的，是低处的，是别的受造之物。上帝这个话记掉，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。你应该记起来呀！有什么困难，什么上大的代志，主要说记着讲，你若既然都好背当来求求我要让得到安息啊！咱嘴念念的，咱敢有真正安尼做？咱来到圣灵中间敬拜上帝，除了要甲上帝相对以外，搁一个最重要的代志，就是听到上帝话语，咱刻掉伫咱心肝内，出去到外口，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。咱上帝的听，永远袂叫人过你啊！只落出一心无溪水啊！你有可能甲你讲我每日用目屎准本家，因甲我讲，你的上帝伫倒位啦？那基督徒嘛是，你毋是基督徒，你上帝毋是足够的，你哪还阁会艰苦啦？你的生意哪会失败啦？你哪会较无钱啦？你哪会安尼啦？你哪会安尼？你毋是基督徒？是啊，我是基督徒啊！谁他会去用污蔑？咱才会对你安尼？罗马书12章19甲人讲，心安在你上帝啊！上帝要替你心安啊！你晓家心安要创啊？所有拢掌管伫上帝啊！所有阴谋的事无显露出来啊！无啥物通去计较，也无啥物通去为着家己来辩护。那每一个人拢所想到的是感觉讲，哦，上帝甲你敢真正伫地？有一个神学家甲一个无神论的人做伙伫共同咧行路。迄无神论讲，他有可能有上帝啦？无你甲我讲上帝伫对？你有看有上帝无？你甲我讲上帝伫对？两个咧行时都看到一个查某囡仔手举啊咧，甲怎啊？你来创啥？讲我咧放风筝，无啊，风筝伫对啊！你咧怎讲？你咧放风筝？无看到风筝啊，飞足悬的啊，拢看无伫云内底啊。伊讲我敢若凭即个大力安尼，就怎讲有一个风筝啊？迄个神学家甲迄个无神论讲，你敢有咧说？你敢有咧喘气？讲有啊。啊，喘气你安怎喘气的？我都有空气都喘气。啊，送互你空气，送互你有风的，送互你有水的。迄个是人无神论转点伊。你看袂到上帝，总是上帝有伫咧无？上帝存在啊！咱毋是心如倒马啊！妈你啊，怎个甲讲上帝？主要所教我啦，主要所教我，天使甲我讲主要所教我，倒马讲迄我无相信哦。耶稣讲你们中间时阵，第一遍你还阁无相信的时阵，咱倒马甲讲好这好，若无我摸着伊的协的骨，若无我摸着伊的手，去顶下定着吼，我绝对唔相信。耶稣讲你们讲倒马来，互你摸，你骹摸我协的骨，跟我讲主啊！若无看到我倒来信的人，比看到我倒来信的人，阁较有福气啊！你若无听你兄弟姊妹。你要当看会见的兄弟姊妹，你哪有可能会当听迄个看袂见的上帝啦？那么大家讲哦，我就有听心的，我偌听人，你兄弟姊妹你都无听伊咧。像我顶摆讲，你一定爱找你兄弟姊妹中间，你上讨厌迄个人，总是嘛有伊个优点嘛。你看我总找着每一个人优点，纪念着伊个优点，莫甲常常甲放大伊个缺点。两个阿某咧来以前是逐项拢优点，结婚了是逐项拢缺点。结婚本来是恋爱开始呢，阮两个真爱恋爱呢，毋是你去问我某。结婚是恋爱开始啊！结婚前说一套，结婚后讲一套。你敢是基督徒啊？咱基督徒真是爱用三条，其实马顶路得的时阵，我去看到伊得高的时阵，伫一个村堡的所在，伊伫遐发着圣经的所在，一个宿舍房间，伊伫遐跪啊，到伊的床啊，已经两个迄个跪卡拉，伊讲我若爱跪偌久，祈祷偌久，我带人写偌久的，翻着偌久的圣经啊。我领导翻着圣经到一半，足侪人讲经，哎呦，足灰心的，甲伊睇来讲，啊，
啊，我就是遮艰苦要创啊！我干到真正做啊遮艰苦，我本来当做啊真大的主教，我本来当做啊做迄落，我即摆咧世界去用压迫。因太太拢无讲话啊，过当时倒来时看到因太太穿乌衫，戴迄个黑面罩，佮讲啊是啥物人过身？我都上帝过身啊！我啥上帝咧过身？我啊上帝无过身，你也遐艰苦。咱常常嘛是拢感觉上帝死人呢，咱常常嘛感觉上帝过身啊呢，因为咱家己本身拢无从咱完全交托上帝，因为上帝都过身啊，所以讲咱拢足艰苦心的，所以最后一样讲。上帝有甲咱讲啊，我的心啊，你啥事操，啥事郁闷，啥事伫我内面着急啦。黄医生甲咱讲，为什么在我里面烦躁？啥事伫我内面着急，所以叫做烦躁。熬念啦！哎呦，上帝，你哪安尼？你哪安尼？你哪对我安尼哦？你别人攞，你家己去回想看嘛，你毋是逐日都咧熬念。我找代志也无头路，我找头路也无顺利，我这也无顺，迄也无顺，即摆个 COVID-19，我本来做一个小生意，佫袂做起来。你上帝啊，你到底是有上帝无啦？咱常常咧讲念嘛，之前甲咱讲安怎呢？你要仰望上帝，伊是你要阿乐伊，因为伊是你下面的员工，伊也是你的上帝，永远阿乐啊！凡事感谢啊！不知道，你看耶利哥城遐尼真枪马大，耶利哥城，甲西六零到迄个祭司头也好角，啊，约规工咧，安尼甲西六零到第7日安休日时，甲西7日，啊，上帝讲时间到哦，本好到哦，上帝哦，上帝哦，要啊，上帝哦，我看到啥物？耶利哥城当放落去啊！咱敢有真正即个信心嘛？完全恶好上帝，啊无你也讲啦，种以色列遐民众吼，啊平那讲袂入去，个人的人高马大，你要安怎给人收台？靠上帝啊！保罗甲西拉，本来伫小亚细亚传道传啊足好个啊，结果马其顿的呼调，互因进入欧洲的大门啊，到去菲律宾的时阵啊，结果向亚罗加呢，啊都感觉伊哩做是母，毋是我在真个手铐，吼，迄就是母狗，我两个安尼，头手向别安尼，啊你创啊！我两个咧唱歌啦，哦，多欢喜啊咧唱歌啦。迄若去咱若去用日日工，有都足艰苦，人两个多欢喜啊唱歌。啊，一面唱一直唱歌，一直唱歌，唱欢喜，啊唱欢喜好，边仔遐囚犯台拢多足认真听时阵喏，大地动啊，地动一个灯，因的所有的木口拢解开，迄个楼房的门拢拍开，好，迄个。国家的人讲会晕死的啊！倒啊，起要自杀，不就是哦？唔通自杀，唔通自杀，我拢无走。你规个讲，我得安怎？我得安怎才得到救？伊讲你得相信主耶稣基督，你得得到救，以及你的家。各位甲人讲，你的全家就必得救。几项代志呢？学了永远的赞美。咱今日做礼拜，咱记几项代志。礼拜是要上帝伫咱的礼拜中间讲话。咱伫礼拜中间，咱安静修，就要听上帝的声。咱伫礼拜中间，就是要直接来拄着上帝。就是咱看到摩西，以色列人足够埋怨的，连咪欠水啦，连咪敢若食玛纳啦，所以讲伊就用毒蛇，毒蛇本来就是歹族类，火蛇将以色列人咬死一堆人。上帝叫摩西伫个怪中间做一只蛇，铜蛇。人啊看到这只蛇，地当得到医好。人讲咱毋是有咧偶像崇拜，我们不是偶像崇拜。迄个蛇咧代表啥物？摩西所谓代表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。主耶稣基督为着咱登伫这个十字架顶悬。所以讲，我咧感觉讲一个出处写的讲，啊，这当然希腊神话应该来啦吼。咱这个医学吼，嘛是这只蛇呢。嘛是更会直接做，甲咱摩西当做，这是对伊拉神话来。所以伫咧COVID-19，咱真所中间上看是安怎？咱咧靠着迄个，咱顶面就讲着啊，公义的苗裔，靠着上帝来医治咱的大地。你第14章所讲的安怎？讲恁这百姓啊，若假使悔改啊，悔改认恁的罪啊，虔诚的祈祷啊。亲近我主耶稣上帝啊！我是要赦免你的罪，医治这大地啊！咱只有靠主耶稣基督来医治大地。最要结束时阵，甲大家分享，一个军队出去战争，啊，你出去真久了，开始欠遐粮食啦。啊，就将我就甲咱讲，你来注意哦，
这粮食还照分配哦，什么人都袂使去偷摕这粮食，因为你一个人摕较济，啊，别人就食较少啊。结果去用掠着一个负人人去摕这粮食，迄个负人人是啥物人？迄个将军的老母。我系啊，掠到将军遮，讲你妈妈吼，偷摕粮食，妈妈讲我都无多少要诶，结果袂使，军令如山，照样打20大板。恁老母呢？你个拍20个都比较拍死。将军讲军令如山，谁犯我，王子犯我，与市民同罪，小港爱拍，真正要拍，爱拍。老母倒咧，拍咧，迄个兵丁举棍仔起来，第一个要讲的时候，迄个将军转拍伫老母的身躯顶，继续打，讲20个，用力一点，再用力一点。拍20个，你无想到最后所激动嘛是安尼呢？你是咱拢每一个拢是受法官所判罪的人，人拢犯罪亏欠上帝应要啊！上天人拍，最后所激动呢？这就由头到上台的地啦，无开嘴，受咱替咱受鞭拍，伊若无开嘴啊！最后所激动是替你互拍的呢。你敢要愿意替主耶稣基督互拍？咱唱一首歌，亲像鹿切切心无溪水。咱先唱一遍台语，咱甲唱一遍台语。咱得变成一个唱，咱家己唱一遍华语，咱来徛起来唱来。中间，你到切要亲像到切是无溪水，你到亲像你要到上帝面前，甲上帝撒到做伙，你的心不管是要甲上帝做伙，不管是甲上帝结连做伙，这就葡萄树咱伫基修共，你要甲上帝撒到做伙。你一世人所当着任何问题，你交托伫上帝面前，你羡慕伫上帝，上帝就你称你做义。你无咧插上帝，你讲当着代志，等咧挖上帝。有当时感觉咱足酷刑的呢。咱普通时都无咧插上帝咧，啊，等落代志，你讲上帝，你都无咧插我。你老爸老母你都无咧管咧，你都无承认伊是你老爸老母咧，是搞代志讲你是我的老爸老母，他也无咧管我。那我想到这样代志，本来请大家起立，咱唱一遍国语。大家来祈祷，望我哋主，我真感谢你。我的心切切希望你亲像鹿切切希望溪水。
感谢你，互阮即个福气，通来到圣殿中间敬拜你。然后伫线上做家庭这段做佢哋祝福殿的顶悬，每一个人因为我的心，拢甲上帝结连做伙。阮一世人互上帝所用，阮为着你保我的性命，阮就感觉非常的快乐，非常高兴。感谢主，俄罗主，所有一切荣光归伫主上帝名，阮的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，阿门。谢谢。谢谢。这是咱来奉献，咱请抗疫就是来实行。因为咱疫情的关系哦，请咱主动来奉献来使啊。啊，起立来希望奉献的诗。谢谢。这时我来报告，咱这时共款嘛是联合礼拜吼，下礼拜共款是联合礼拜。有关相关的团契吼，咱这是也是暂停吼，有可能9月，这疫情也是搁较乱，我晓得吼。你9月咱应该是会慢慢来恢复吼。咱看奉献报告的部分，咱家己来看，若是有出入，咱较向会计来订正。要报告，但先咱来今日有3位兄弟吼，来伫咱个会堂来向咱做伙参加礼拜吼，咱真欢喜吼，咱来欢迎啦吼。第一位是吴印辉先生吼，是伫桃园啦吼，欢迎你，第二位是张世昌跟戴秀玲，吼，应该是木匠啦吼，欢迎你，欢迎你，欢迎。咱较顶礼拜了，较小啊吼，会当小啊交易一安尼吼。继续咱来看消息报告啦吼，第一项咱共款疫情的关系吼，咱共款是有开放会友来伫教会来礼拜，咱教会嘛针对就是吼，就是中心吼政府机构的迄种迄种防疫的规范吼，咱拢有照去工来做吼，咱共款就是戴口罩吼，也是手部的清洁，也是额温啦吼，甲社交的距离吼。咱共款来严守啦，来遵守啦吼。第二项若是疫情无法度来教会的会友，若是奉献，咱才有一些奉献的账户啦吼。咱这是建堂基金的账户吼，咱会当来用汇款的方式来奉献安尼。第三，金星金马坤的奖学金吼，伊今日开始到9月12。若是有合乎资格的学生吼，会当甲咱的成绩吼，会当传互叶长老吼来确认安尼啦吼。咱大概有定是9月19，迄个礼拜日会来颁发安尼。上尾就是本周的新港讲的读经的进度吼，是今日秘书12日6周到3日1周啦吼。咱共款老师填迄种较无抄圣经的会友吼，咱嘛要继续来填啦吼，圣经的迄种较无。填现金会友安尼吼。继续咱看机体交通甲大岛的事项，咱第一点也是共款为台湾疫情吼会解除的大岛啦吼。
不仅台湾吼，全球也是共款吼有足侪变种的啦吼。啊，咱希望咱即个疫情会当紧吼会当来控制吼。啊，第项咱为着教会主力吼，无管伫教会，还是讲伫厝的家庭的这段吼，咱共款会当为着遮个代志吼来祈祷安尼。啊，第三为教会关怀事工的代祷。啊，第四为受圣灵吼会充满，啊会对咱的生命也是伫咱所看的，吼是就好势方面，吼咱会当明白上帝的作为吼啊。啊，第五，咱为邻坊家姐妹吼，就是丰益执事的媳妇啦吼，啊，伫8月底吼咧预产啦吼，啊为母子吼会先生的顺利。第六，为身体欠的兄弟，也是照顾伊的亲人来代祷。啊，第七，咱为着两家吼，史柏林因一家，啊，甲吴崇杰吼因一家信用甲健康方面。咱起立为这几项来代祷。主听我祈祷，主听我祈祷，主听我祈祷，救赎我平安。上演389首，上演煞，咱请林牧师来甲咱祝祷。389首。就讲女人的骹步摇摇花骹步在我，各种你甲伊的话三角地带。啊，愿主耶稣基督恩典、天父上帝疼痛，以及圣神的相通，时时刻刻甲恁三角地带，对即时起直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阿门。
真济灭岛必会。各位会友平安，真欢喜，大家看到咱一楼，咱所有会友伫遮伫实体礼拜，咱会当看到咱即摆荧幕吼，咱即摆毋是干那咱一楼，咱遮有实体礼拜以外，咱即摆因为人数关系，咱伫4楼，吼，咱的青年团客伊也伫楼顶，吼，你看右手，现在目前。我们的右手边这个荧幕，下面那个荧幕就是那个在4楼的那个实体礼拜，当然。我们在家里没有办法来到我们教会实体礼拜的，他们也可以透过线上的礼拜看到我们这边所有里面的内容。我想，虽然我们人在不同的地方，但是我们就像我们这个疫情里面，我们那个蔡创丢瑞讲，我们建筑所有的殿堂在我们的教会里面，也在我们每个的家里，我们心都在一起。然后我们现在的话也一起来，当然我们可能不能握手了，就是打招呼，然后跟我们左右朋友旁边的朋友道平安，还。